前几集嘅節目當中，我哋說小嘅新竹泰山杯提起嘅大啟東古土，還有茶田古土。事實上呢，呢片由先民開墾出來嘅3條古土，上禮拜因為時間嘅關係，冇全部行得。今日我哋愛再續前言，再一擺前進泰山杯。你看啊，这根蛋糕啊，吼，这个太启东布头啊，这一只蛋糕，抓下呢，俺呢，这个乐善堂出发，很多俩从古高都进抓下呢，而去看个布头，迄乜干呢？这启隆布头，而且马上呢，粉浓彤的个颜色物啊，而去请一只新用的欣赏。啟隆古土就是今日我哋愛小記嘅主角，係泰山杯3條古土當中景點最多嘅一條。楊屋嘅老貨房，也就是楊沙屋，就位在古土嘅順巷。楊屋台嘢已經有幾百年咧，一家3代人每年都喺古土當巷來去喲。條件有人，可能只係佢嚟問一下嗬。哦，真無限呢。楊太公啊，啊，這裡啊，哇，握手已經父親有力咧哦。係啊，喲，本來要痛哦，哎呀，非常冇幾好。哎呦，姨媽啲。係啊，嗱，先嘛看住下，哎呦，火氣安泰啊，嗰種誒，按不頭冇水冇，非常都冇幾好。初次見面你就把脈同體底，用咩案例會？啊，祖傳嘅呀，中醫世家啦。係哦，阿姑說馬啥教你啦，中醫誒。愛講啊。阿公教你嘅哦，傳到兩片，然後第幾代啊？第3代了。第3代哦，阿公，啊你爸爸媽會？係啊。今日啊吼，愛人啊吼，想要去請個啟隆古土，你知冇？知啊。知哦。係啊。啊做得土硬去冇？做得啦。係哦。啊唔過你本人通啊，冇推啊，你都唔知行唔來哦。誒，行做得推啊？係啊。哎呦。推那就氣節啊，那氣節你要算通啊。哇塞！嘿嘿，一下係乜嘅情形啊？我已經出嚟研究，係喺體白讀到冇照劇本行嘅情形。讀到熱情嘅楊太哥，愛聽書唔事前作了，假如唔正經穿到了。哇塞！太sad了。哎，等下，觀眾朋友前來看一下。嘿，你睇睇喎，楊沙夫啊，係冇？沙夫係啊。清久咯。係啊，幾百年了。中醫係老頭擺嘅東西。用沙夫把筋筋清肉。你下呢，我就會用身體啊，來感受一下老頭擺嘅中醫，還有那個這個老頭擺用沙夫地位。哦，根本冇夠用咧哦。外面老咧，頭腦冇拍嘅老二師咧。楊太哥係由中醫師執照，結合10年經驗嘅老醫生咯。假如啊，我看你今日啊，就好好嚟維修一下啦。一盆乜雞？熱水，乜雞藥誒？這樣推拿要洗。你看這個鼓起來啊，當然就酸痛啊，這叫氣結啊，不能出力，不要叫，這很舒服的。楊太哥進一步解釋，氣結就係講家園嘅經絡塞到，氣血唔會痛，故所呢血土就會塞到啦。哦，哎，我有吃到嘅有咳咯嘅感覺呢。氣節。哦，呢係我哋從古到到今體驗祖傳推拿的世界哦，同體復原呢感覺哇！已經半退休嘅楊太哥，喺這家屋下嘅老貨房地位，設一個簡單嘅工作室。平常作量呢，可以先煮飯哦，一日最多接7-8個飯雜。其實講啊，對一片作量嘅呢，都係有緣嘅人。係啊，等下攝影師嘛做得嚟啊，佢應該檢調清。大家要啊，我看貴人士呢都快槍槍了。好，接下來呢，揾入陽師來享受福利了。用太過打脈診斷出入陽師嘅腳有扭傷，要好好來處理一下。我們攝影師還把臉遮着，你是受害者。哎，我哋攝影師嘅腳淤青嚴重啊，有嗎？均養中嘛。甩到扭傷啊！扭到了，對了。
我们跟永泰狗啊医治以后呢，俺连摄影师就没有怨言了，一定会一行给起龙骨头嘞，好吗？对，看着镜头讲说，一听会去，一定会去，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啊！对，你走不了了啦。哎呀，一谈到爱刻山行古土，一个后生的吼都爱填爱踢啦。本人的普遍下来，有记下位工作人员嘅脚都挫伤嘅。呢啲人呢，要提醒大家哦，体验古土係你要注意安全，千萬做唔得俾到面子加用哦。哦，等下呢，俺哋就要去行嘅起龙骨头，但个因为有青岛的东西做得宽哦，吼，永泰哥，对啊，青岛中药草油嘛。中药错了得什么鱼？哇塞，去起龙骨头。看到用得到的就是宝，用不到的就是草。哎呦，还会讲哦。喺作用嘅過程當中呢，我哋見講則發現到，原來體拜拜訪嘅時節，必定我哋體驗茶田古土嘅用詞權太高，也就係畫面當中看到嘅一位，原來佢就係用中醫師嘅阿哥。家屋下呢唔用睇，都係啲用沙木葉片出色嘅喲。觀眾朋友有看到哈，粉濃湯，那意思啊，即係像用嗰個沙布，即係味嘅啦，係冇？沙菇布，冇錯，即係沙菇。大哥，你做得同我講一下嘅沙菇舞嘅個歷史。沙菇係以前嘅手拳打嘅沙菇，歷係啊，用叉木手工打，哎，誤差打3年，誤殺大3年啊！冇結困咧，冇歇困啊！出來做3年冇歇困。大哥，那沙布嗰個有乜個特別建築結構啊？有冇？大下是叫做長衣法，長衣法係乜個意思啊？你做嚟同我講一下。地基，哦，地基啊， 1尺2，然後1尺，上面8寸。哦，係啊，有意思嘛，大哥。之前你講嘅1尺2，哦，那地基打到兩米哈，嗰下蛋糕掉咧，1尺，就打1尺嘅一個地基，哦，嗰下再上8寸，8寸，和磚一樣寬。啊，故說原來你8寸以上這些蓋房子的地方在上面最上面。哦，大哥，你講嘅沙菇啊，吼，那個哪味類啊？散蛋糕啊。我嘅有手拳實的。家用木板爐，迄尾是茶刀，哇！平路用爐唔啦，用牛爐，哦，用牛嚟爐啊，用意思，哇！爐過來，起了木，沙菇2、3高。泰山杯了到尾啊，吼，露條拜啊，神法經營輕辛苦啊，還有錢做的搶公銀啊，故說，嘿嘿，阿公啊，我媽有賺到青島錢的意思哦。10多家都採耶，哎呦，按請6個人採茶，還自己做，烘乾，到時候外銷，外銷到英國，還要烘乾的時候還要挑到九東，這裡沒有路啊，挑到九東他來接，就幾多錢。哦，有人給主動會來數啦，是啊，他自動會來買。哦，有行出去啊，行乜嘅骨頭啊？開東西出去時，到茶田古道。茶田骨頭啊！茶田古土係泰山杯開墾先鋒從石妹最早開闢嘅一條古土，係來往竹東天出愛行嘅路。從石妹到同茶田古土過後，陸續就有客家嘅先民來到泰山杯地區來開墾。北上到位，將有起龍古土嘅產生。喺上去起龍古土之前，熱情嘅楊木亮兄弟還準備好了，要幫大家補一下身體。楊氏二兄弟啊，親力會，你看一撒吼會駐吹，一撒呢會中醫，哇，用板養生呢，是俺那個周條輕中藥呢，噠噠噠噠噠噠。大哥，你了今天無簡單，哎啦吼，今天批拜，很多愛用的周條嘞吼。你睇下係乜解啊？人從廣東來學嘅學習講，這是按腳步。還有個筍條，哇，這清錢嘞，你今天買從古高都錢的個錢豆嘞，你看用你竹片，哎呦，按滑梯吼，但是唔會挺重嘞，你那個中空的部分就會對準，還有意思。這樣，哦，你看。
了到尾这清好以早给工作的地方诶，看了片这了给走跳嘞，吼，走空诶哦，啊冰都伫尾啊，咱用冰落去，制作的小诶，无简单，你看了蛋糕迄个缝来全无，形状无相样，系无？用尾无相样啊？而家好似张貨啊，貨條轉啊，佛跳转哦，我講緊耐熱。要用尾有一张石头板的了不？在你后面，在你后面，不要动。有吗？要几次火买？小心小心，摄制组小心！你都批耶？哎，你摄制组你要同学小心，重得挺同哦，你要重得挺同哦，不挺同啊！我可以动吗？没有，你可以动。要用尾有一张石头板的了不？個做孔咧火勢要搖出來，你冷卻，然後我要後蛇，或者羊舌啊，嗰啲冷卻，後回要做嗰種咧黃鍋牛吃菜，蔬菜黃菇啊、冬瓜啊，那個不會吃的。哇，不错，你啊这石板轻中腰诶，你看俺哋走跳是了尾啊吼，了尾这俺哋跳。不错诶，有一个星星之火，哎用 biu 救出来啊吼，这就球让狗就被烧起来啊吼。不错，你再慢有防火的作用，安全第一。用那个还有啊，俺看到吼，你啊走跳还有一只小东西，底部有东西冇？有，过去看一下。来。你阿婆迄乜嘢东西啊？杜仲雞湯。哇，杜仲鸡汤啊，養生的哦，养生的哦，吃了變變叫的哦。變叫，用慢講，腰骨酸痛啊，氣血循環會好，吃到皮會白裡透紅哦。白裡透紅哦，與眾不同哦。與眾不同哦，何以解憂，唯有杜仲，很有意思。故說啊吼，你啊同底部有乜解？有肌肉哦，切架削個肌哦，一樣模樣啊，又出來看下。哎呦，好水啦，哇，又難救出來。你啊同還有加乜嘅配東西冇？吃種肉去熬煮，誒，故說你啊經營大補誒，係啊，你講溫補的。哦，一個老灶頭食材無簡單呢，老楊師傅平道寫，沒有130多年嘅歷史了。對清朝時期一直用到兩下，用戶嘅人呢，請生意來保護，維持佢嘅完整。好，能量補充hết了，我哋呢要正式踏上祁梁古土了，起點清泉，就啲楊師傅嘅順行。哦，頭前有一張姓蔣的符誒，觀眾朋友來看一下。用哪個？哎，你個符係做乜嘢用嘅啊？削肌啊！哇，變態的啦，吼！哇，好可惜哦，吼，應該攞佢漲一下，係嘛？漲咗冇削埋東西。哦，你啊冇削東西咧啊，吼！你啊幾久嘅啊？你啊30-40年啦。啱久嘅吼。已經轉體嘅資料誒，就啲祁梁古土嘅順行。楊太哥講，一條古土係佢頭擺特殊每日天出會行嘅路，規路嘅生態留種草藥呢非常嘅豐富。誒，真講得冇一句，唔看啊，又發現到嘅喲。哦，上到按神器誒。係啊，兩個用肉啊，上肉啊。上肉啊，嘿，乜解用？嗰肌肉酸痛還是破皮？肌肉酸痛那些都可以，跌打損傷都可以。挨扎下來哦。做的。扎一下2萬。老佢用棉體樣做的用係。洗澡。底部係上到胸下嘅呢，吼，唔係一粒的，佢係規粒胸下嘅。個個面係尖尖那樣嘅吼，很奇怪，很像流星錘誒。係啊。係嘛？流星錘，楊太哥接着，哎呦！還有乜解？解血疼。解血疼。是結光啊。哦，啊用埋是注水係？注水啊。哎呀，活血化瘀啊。就吃了光啊。係啊。啊，你細個時節有熟食了有錯嗎？有啊。聽我講。好。聽我講好啊。我講嗰度開始做中醫。這啲婦科呢人全部來了看病啊，這個菜炒肉啊嚟食。
台湾醫學沒有那麼發達，嘿所以這個山當太粗肉了，醫病啊。楊太哥頭擺讀書都會見行見聽書阿公摘草藥，細細嘅年紀就累積千多嘅醫藥嘅知識呢。有三人草，哦，哎，你還要用板用啊？入哈洗澡，嘿，食料，講火氣，豬頭，是乾的，個打跌打損傷，係一幾時咪當好，禽流感就咪當好，禽流感要大鼻屎，其實唔係我怕事。我怕是即係我老爸嘅意思嘛？老闆，還有嘛？還有，順條都要嘅嘛？係啊，你阿乜解？講熱合，講香法，按布頭讓佢開，讓佢香，做個膝蓋嘅骨刺啊，骨質增生啊，還有嗰種扭傷、活絡筋骨。哦。楊太哥嘅阿公喺泰山背係真有名嘅人間菩薩，唔但將一片救人，還作為千多嘅善事。其中古土真有名嘅景點，就同阿公有關係咯。等一下再慢慢地講俾大家聽。行好，拜拜咯。哇，你看那樹岸用幫田啊，清講哈。係啊。哇，別有一番意境呢，嘿。咦，楊太哥嘅捧書嘛？係啊。哦，很強哦。你也忙啊，很忙啊。風書會轉色的，你慢慢轉色。慢慢轉的哦。你看有點點紅紅的啦，哈。哇，又講起鬼片呢。你看佢很強哦。按用講起來啊，哈。乃然是唔是迄個日本啊？上坡哦。來泰山背是做的。啊，泰山背那邊青島嘅捧書。冇，是兩位楊師傅選頭楊師傅。你咧？楊師傅。楊師傅嘅出中誒。哦，你係年中誒？係啊。年中誒？係啊。哎，條件冇同我講啊。誒。秘密啊！秘密啊！本來很多鴉片要本來啲誒。係啊。啊，你用咩種安度嘅捧書啲鴉片？人全部去日本看啊，哦，嚟種咧，嚟山當種咧，嚟看，唔是去日本啊，坐飛機按麻煩，坐飛機按麻煩。提到鴉片還是吃到啊，就值得咧，有冇？哎呀，我想到祁隆骨頭很強哦。哇，楊太哥，你秘密花園以後嘅路行做得行冇？做得行。懂識咯，懂識咯。我看你都會同你準備好了。準備好。呢下呢，大機器去休息，我哋小機器呢同我去冒險一下。做得啊？做得。好，隔離啊，小機器來。用辦假用不講冒險呢，因為殺下來嘅路嗬，又濕又滑，輕快行，再加上撲片嘅時節，都好係虎頭棚最惡嘅季節，大家可以補充哦。佢唔係捧嘅，佢係小機器啦，速講一下。呢下吼，觀眾朋友，我同你講一下，你看你按講嘅秘密花園啊吼，我哋啦吼，客山嘅人咧，請好嘅請講嘅地方，還有咧，乜個東西請好咧，即係個野生動物啊吼，佢貓會看啊，呢片按講啊吼，即呢片帶，因為啊吼，有乜個先同佢發嘛，發有個香味嘛，故所咧個捧嘅就。很香哦，我這兩邊帶下來好咧啊，就在那邊。哎，在你後面，在你後面，不要動。有嘛？要幾次貨嘛？小心小心，攝製組小心。幾多批嘅？嗱，你攝製組你要同你小心，種得挺痛哦，你要種得挺痛哦。你搭下幾多？你搭在後面，後面。不久棚啊！我可以動嗎？沒有，你可以動。可以動。飛走。頭前看到個副條棚啊，副條棚觀眾朋友。真叫佢穿細衣，因為佢掉到咗，哇，難摸咧。會死，會死睇冇？係啊，會有。我個種要種起啦。啊，你有被掉過？有啊，被掉過，它有一物克一物。哎，被掉到還取得出來的還要木火。我做你拿一下。木火來擦一擦。果啊，它有那個汁。哦，哎，唔講落去啊，你看，要用黏啊。普通嘅棚嘅有辦法用嗎？就捧嘅掉豆就做。哦，就個棚嘅系列。系列。係個掉豆子就得用了。野外求生啊，救治啊。
永泰哥，比如说俺裂片，然后本该碰的条豆嘞，裂片，啊有条豆嘞，啊用板抹。这样顺条抹之后，哦，因为啊吼，给红的吼调的时间啊吼，给有给风的个酸性嘛吼，被调到个毛管孔，俺那个毛管孔底部啊，给皮肤带下，吼，故说咧，要3、5号啊吼，其迄个碱性呢，吼，故说按用来抹上去以后呢，个酸碱之综合嘞，按用就冇问题嘞，不超啊，就小体嘞，就会止痛、消炎、消炎。观众朋友，爱给国中的时间嘛，有就突属有认真啦。哎呀，大家远，500多大家都冇看節目嘿，一個知識啊，係花蓮米棧古土嘅文大哥老吳講嘅錯麼？呢度講有行較多嘅虎頭蜂出現，楊大哥隔天先轉去陽朔木，行過呢帶定竹籃嘅來裝草藥，帶定我見吹行另外一條大家接行嘅路。佢講啲泰山背啊，小路嘅係四通八達，每一條都做得同到奇良。大家聽到講好奇呵，用辦一條古土我改名做奇良呢？聽講啊，係因為兩天嘅山嘅體現啊，就像一條龍啲山頂空啦，故所怎麼按奇良古土？哎呦，行定，楊大哥要發現寶了。哦，到了啊！也九節茶，就這茶九節茶，哎啊，俺能做得送去嘛？做對啦。好啊，來送去啊！送去想辦法送去，1、2、3，哇！學生的嬉鬧聲，牛隻的哞哞叫聲，就轉去看牛啊！啊，校長講啊，我牛天天學教來，那同人裝牛，啊，你是認真讀書，啊，下課讓牛天裝牛。這教眾啊，吼，為到一本學生的認真讀書，也犧牲自己啊！啊，俺能做得送去嘛？做對啦。好啊，來送去啊！送想辦法送去，1、2、3，哇！這個風濕痛啊，哎，關節炎啊，還有，哇，個開花像茶一發青像桂花哎，哦，顏色係拍色誒，會香啊，會香啊，哎，哇，像茶的蜜頭上，清香啊，有清香，有很淡雅的蜜頭呢哈，哦，都得按用，對啊，你揉一揉，揉一揉，就茶香，跟樟腦樹嘅樹葉咁樣揉一下會有味道，有味道。俺連這倆骨頭當個綁倆做對了，做對了，我想講啦，唔會用板啦，那叫植物，cái rạ sàng ấy，野生嘅植物啦，那年中ấy是做唔得，哦，真嘅，rạ sàng ấy是做得，係啊。楊大哥愛捱到這一輩提醒觀眾朋友，聽出愛野生嘅草藥真做得差多，且對做唔得青菜亂綁。楊大哥講，泰山背因為早期交通唔係真發達，看病唔係真方便，故說阿公就咪學習中醫來聽書騙人。啲頭擺啊，一幾粒山咧嗬，都會記到嘅藥方。一壓嘅順條係咪按用灌飲？像茶瓤啊，茶葉哦，茶葉係乜像油？烏龍茶嘅茶葉咁樣。那你坤嘅根好嘛？好啊，啊，你根做的什麼？做對了，就是風濕痛啊，風濕痛嘅關節炎，要是面當是涼，曬着了是涼，當做涼茶是，當做茶葉的是。哦，一筋骨是對筋骨。佢哋楊大哥愛再輩提醒大家，佢搶係小嘅草藥，觀眾朋友千萬做唔得去山鄉青菜摘來食咯，因為呢係來比其他嘅藥材真有效果，再加上劑量沒有嚴格嘅限制，而是之前呢聽說愛請教專業嘅醫生，遵守用藥安全。等下，三哥，聽未？等下，本來可以啊，肩條都硬起來了。我是個消炎的茶吼，涼茶，行到了那邊啊吼，可能會差唔多了，其中骨都行鐵咧，係嘛？對啊，差唔多。啊，你條係乜嘢路啊？35頭線。哦，做35。哦，很有意思。以前呢，個叫日本時代戰備
战备路，牛茶路啊，牛茶路哦，牛茶路。哇，那一定会太突然的给观众朋友啊哈，感受一下，你看那什么你啊一般听，一般的哦，牛茶行牛茶行诶，那个日本时代的啊，个战备道路，哎呦行到了尾，送个茶，哎呦送个茶啊，看到了尾有一条奶路诶，这要嘛该奶路诶，行过去起两骨头，这些暗用啊，还有发现一则事情啊，吼，看那牌子底嘞啊。起龙古土嘅路啊，当复杂，有千多条小路诶，做得通到人家去。一条全长1.5公里嘅古土，其實當鐵片，既唔係莊頭老莊頭之間嘅聯絡道路，也唔係運送物資嘅道路，係一條專門為到小朋友去學校讀書所開闢嘅道路。終點站呢，就喺鳳翔國小。民國72年廢校過後，也變做泰山杯人文生態館了。也是升旗台，那叫旗杆。旗杆啊！对啊，也种个槟榔树诶。那槟榔树系嘛？对啊，高高的树上采槟榔。真要吃饱哦，很厉害哦。那旗杆呐。旗杆啊。哦，以前你小时候唱国歌之唱国歌啊，停车子那边，要拜运动场。哦，那边停车场，哎呀，好多学校门口的。哦，哇，看到录像片嘞！那头摆有溜滑梯，这个有4年级可以去做啊，去搞去上坪那边搬砂石状的做。好上土地去天州，哎，是。要买一只教育哦，这家会教，这家会做。哎呀。啊，那个溜滑梯，你它原本的梯缝是哪一片？去俩位啊，被拆开去啊，在这里。啊。要跳啦吼，对啊，要跳那个荡高诶，系啊，做个免当修个，你有教过嘛？有哦，有诶吼，那师傅会烧焦，烧焦啊，早起本阿爸阿妹骂腐烂的啦，腐烂的啦，跳草根溜滑梯，跳到湿温了。啊，你个黑时节荡高有下个，那个净重20公斤，系啊，净重25公斤啊，有啊，有诶，你有做过？系啊。中美合作啊，前面净重25公斤。今年66歲嘅楊太哥講起韓社嘅時節學校嘅成法，50年前留同學交流嘅情形，當場呢就喺年前哦。你後背啊，後你在建築這些教室，教室重新整修過了。這邊是6年級，6年級，這邊5年級，3年級。2年級、1年級啊，那個你看個1年級，還有2年級、3年級嘅片啊，有個屋頂啊，還有個柱子哈，今年喺露條牌就上海有嘅嘛，係啊，以前留下來的，很神奇嘅哈，然後兩下眼年嘅學校嘅建築今年冇用用，冇用，係啊，學校有幾久嘅？哦，8多年嘅，日本時代就有嘅，哦，真勁哦，挨打挨縮啊，都全部給他突出啊。楊太哥，你蛋糕有下咯。是啊，曾經的楓香國小。鳳翔國小其實還在再過幾年添啊，將滿100年。日本時代當時嘅保證，也就係也像一般所講嘅村長彭金玉，向上級爭取地啊，興建學校，來解決小朋友讀書嘅問題。1924年學校成立，起龍古土就喺這樣時開闢嘅，變做一條通向知識嘅道路。學生的嬉鬧聲，牛隻的哞哞叫聲，嬰孩的哭鬧聲。好，黑時姐，你徒弟有糖豆？有啊，還有啊。係啊，牛隻的哞哞叫聲。係啊，你邊有牛啊？讀書要撞牛啊，牛頭呢冇轉去看做唔得，在逃學步道，就轉去看牛啊。校長就講啊，冇牛天天學校來，那同撞牛，啊，你是認真讀書。啊，下課讓有錢賺伊。哇，用那個愛用講起來啊吼，唔係搭搭學校又愛用迄情形咯吼。你看哦，個教總啊吼，為到迄本學生誒認真讀書，佢犧牲自己啊。哇，你今年迄眼咧學總哦，特別有誒特色，係嘛？係啊，那山當然有啊。泰山杯這邊一樣有。哦。一間生態館地杯呢，還規劃一間特別嘅教室。
佢會展示漫畫家劉興琴嘅作品。佢咩一篇畢業嘅校友，早期嘅作品大部分都以泰山杯嘅身份來做主題嘅。哦，你看教室裡免費托兒所，哦，迄時節還有吐聲音啊，還有兩片，你看有藏牛醬油係啊。那真經迄露頭擺嘅畫面呢，劉欣清老師有給發出來誒，吼。啊，你有熟識劉欣清嗎？有啊，是學長。哦，學長，排誰哦？給你學長哦。學長。啊，用講起來啊，吼，劉欣清老師給發嘅漫畫吼，真經迄泰山杯倆露頭擺嘅所有情形。不是他童年的情景。故說觀眾朋友啊，你來到泰山杯倆片啊，吼，你看到個蒙沙嘅個情景啊，吼。冇錯，這老眼嘅劉欣清老師畫當時嘅情形形容，你看一模一樣。呢種人係將其無法睇嘅年代，劉興琴留泰山杯嘅想法用畫筆記錄下來。一下假如親身行業一年，再看到一條畫作，應該知道要簽到感受呵。還有啲錄相片嘛有，有那個，啲有印象嘛？就是校長啊。哦。這主任哦，就老師，這也是老師。是，啊，你是哪片？就我沒有在這。哦，我是幾位，有上哦，你可能係日本人啊，日本先生。這外省人。哦，係哦。就苗柏林啊。苗柏林，哦，苗都記得。沒啊，那校長啊，他最多年的。哇塞，這忒多年。啊，你嘅畢業時節幾個高中啊？係哦。把個名講一擺。苗柏林，觀眾朋友，苗柏林有帥嗎？楊太哥想到頭擺嘅情景，佢講啊，日本時代泰山杯嘅煤礦、腳掌路嘅事業非常嘅興盛，相對千多嘅客家鄉親來到呢片，學生嘅人數最多嘅時間有差唔多600人。呢面呢人口篩出去，學生嘅實越來越少，到面呢面臨非高嘅命運。今日的機會實在很難得，叫再擺來回味做學生嘅時節嘅幸福嘅時光。上課了啊！好。還是還分楊大哥來整理桌子，俺這欣賞了哈。好啊，楊同學有。哎呦，還答有了哦！上課了啊！好。準備好嘛？好嘞。好嘞，來，稻田中的99乘法表。5是多少？20。哎，很厲害哦，拍手。一天有幾個小時？24小時。哎，很厲害哦，100分哦。厲害呢，我講一下了哦。整個學校裡面，天數藏牛誒，黑馬啥？校長。沒錯。還有呢，今日哦，資料教室底部最帥的人是誰？回到童年了，好開心哦！喂，這才是身體好。我女兒哦，好啦。嗨！请問一下哦，資料教室底部最帥的人是誰？老師啊，謝，排隊，哈哈，整齊耶哦，有賺到嘅漏掉擺出水嘅時間。有啊。哎呀，有打手心嘛？有。不敢哭啊！不敢哭啊！哈。雖然一位大先生前後變古變怪，問嘅問題咪真好笑，我楊太哥呢係喺千歡喜嚟到佢配合。我哋當中看到7歲嘅楊志權當快樂的學習部。楊同學，下課啦！下課了。哎呀，楊同學，你條件剛剛嘅逃學步道是哪一片？啊，單語。好啊，鴉片行啊。好，來去。一個逃學步道呢，係所有鳳陽國小畢業生嘅回憶，咪係幾條充滿快樂嘅秘密遊樂場哦。你要買骨頭呢？對啊，逃學步道啊。哎呦，行轉去就在多嘅用師傅了。做對了。哦，
嘛做者跳到青岛人的你也不不卡嘿啊，哦，你好高去掠，安尼做我上好夹。起到鸦片啊，还有上到个肉条摆最远的时间啊。特殊的上到牛啊，哎，无睇个种可能做唔得啦，无牛你照摕去，我本不卡人大死伊。可能个高中啊吼，是从那边行哦，系啊，做又上做又就行好上啊吼。系啊哦，，哎，老师又来了，杨同学，你用没资料片啊？杨同学，你啊专业做八该系啊，啊，你同我讲我下。种牛啊，哎，壮有黑嘛？个校长就讲，哦，牛毛钱赚了，爱同看。好，杨同学，今日啊吼，高中某天数昆壮牛啊吼，你啊你做的正义壮牛嘞，哦好，这个行，恭喜。谢谢。杨太哥啊，唔係正經談話哦，配合圖韓國呐。頭殼葡萄一下呢，咪已經整修變做乾港葡萄，20分鐘嘅時間就做得全部行得了。哎，杨太哥，我行按架呢，係啊，逃學行喺現內，那些秘境，那就荡秋千。哇，可以哈，坐下來，坐下來，耶，哇，哦，嘿嘿嘿，回憶小時候有冇？還有啊，我條前看咧行嘅個逃學步道，同啲沙磚呢，路條擺喺沙磚呢嘛，唔係奶路啊，誒，自家行出來嘅，係啊，自家行出來嘅路偏牛。喺田牛行，係啊，老師會找個腳印嘛，看個學生。冇呀，係啊，人牛行到哪裡都底啊。沒有，啊，嗰時候以前咧嘅欣賞係 FBI 啊。回到童年了，好開心哦。開心啊！所以呢，然後我無是兩片突出高啊吼，啊，不過今日田咧楊太哥呢，哦，回憶起嘅豐香國小。釣單槓，你可以釣幾個？小江，你釣幾個？來，今日啊，我呢有一張個攝影師助理呢，楊太哥把脈時間哈，眉頭皺了一下，因為用吧，形體經營清好茶，沒有鍛鍊啊，來，小江，來小江，鍛鍊一下單槓，看你可以拉幾個，好不好？嗯我們小江已經在單槓那邊就定位了。哎，哦，還可以，很強，哎，2下，哎呀，哎，要拉10下。那身體就是不好。有那個，溫你還溫啊？你先。溫啊，我先黑嘛。哎呀，好吧，還有我手這裡很厲害的，超強的啊！有沒有看到？來哦，來嘍！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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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啊，小江有沒有看到？這才是身體好。嘿，真的超人啊！溫你了哦，好不啦？哎，那個，早點啊，慢慢來啊，慢慢來啊！哦，啊，哎，哦，按厲害喲！哎，行到呢逃學步道呢，太搞個同心同力類啊！哇，你叫我按用拉單槓哦，啊？好久了。叫我要算的嘛？我要算。第一係童年嘅事情，楊太哥會帶大家去看泰山北呢片清有名嘅景點，落楊母咪當有密切嘅關係咯。糯米球，楊太哥同我講一下，可能然後觀眾朋友唔知糯米球用版按做糯米球，就石鼓啊，要貼起來。拱橋啊，拱橋貼起來。然後嗰種嘅頭擺講種糯米，喺減啲物嘅粉，去過嘅風啊，風是咁樣啊。它說粘性很好。哦，那個粘度啊。粘度啊 ，OK。哦，嗰種眼睛看到你看沙條啊，哈，還有個沙條洞哦，然後個拍拍地方，之前你頭先講嘅個糯米，個糯米球有幾久嘅歷史？有60年了。60年，啊，你咧還幾多歲？66咧。66，我說你細個嘅時間，所以就出世就存在。哦，我出門上乜行入46啊。啊，你啊做得跳到哪片啊？在杭州竹東，韓國奇龍古道咪做得。路條擺啊，糯米球喺馬上營做誒。我講
手做的，造桥铺路啊。哦，阿公做从初桥，做桥哎哦。呀，哇，你按后呢？哎呀，自损要会好啊。我看看身体安健康，真是有样呢吼。按你讲嘅阿公，这教你嘅中药草嘅中医嘅阿公哦。哎呀，哇，冇想到嘅行医的人，然后嘅心清好呢哈。心宽体胖，哦，心宽体壮，有冇？感觉没有看一下有冇？壮壮的。一座糯米橋呢，就喺泰山背戶外劇場嘅順巷。當然，楊太國嘅阿公為咗居民嘅出入安全，呢兩個地區起嘅座糯米橋。當時係用白米來取代現金發本工人嘅工錢。楊太國講啊，出米冇出錢，喺當年困苦嘅年代係親接看到嘅交易嘅方式咯。楊太公，糯米橋要多咧啊！哦，係嘛？係啊，一下子冇行咯。冇行嘅。哦，同你飛踢了。係啊，條哥用油茶行嘅路，所以做好發。哦，冇錯嘅吼，呢條糯米橋合法哦吼。哇，你啊蛋糕冇辦法看咧，硬你去拜下看嘅糯米橋，好冇？好啊，我呢片行。哦，硬第一隻這片。哦，要推牌做嚟下去嘅。做得。跟糯米橋高起啊，幾多幾片啊？哦，去哪邊啊？呢個條不相旁嘅太數量啊，上香啊，上溜嘅，上秀嘅，上黏嘅，上魚嘅，都咁多年。散嘅蛋糕啊，吼，千多年啊，太長條，太長條啊，上入咧，佢擺足橋啊，2年再往住拜，2年再往住拜，當唔見嘛，再重複唔得，而家冇得睇什麼詳細啦咧，如太數如講唔hết，如果啲大隻，所以做橋比較耐用，耐用，太有意思啦，永久性啊，觀眾朋友，讓他提醒一下大家吼，馬沙洲嘅你阿公做嘅。一條做糯米橋嘅石頭，留洋沙鑊嘅石頭共用，都喺工人啲富強嘅山頂上，用人工一堆一堆留佢靠下來嘅哦。唔看啊，當然初橋嘅要極辛苦哦。繼續向下邊行，楊太國講係要一個景點冇。哦，楊太公，你係有一個瀑布呢？係啊，水從江啊，水喺哪邊來按台？個面當有灘孔啊。灘孔啊！哦，以前打煤炭啊，煤炭的水进去的，它像雪山隧道那个水一样，硬救出來，硬救出來，那係產水嘛？係啊，產水啊，所以面到做下嗰種嘅礦泉水工廠。哦，但我家有，還是個運作意思。運作礦泉水工廠。你係用咩維氣來啊？我頭讀書嘅時節，我們係個挑水挑唔到或者靠多，所以啊不禁止人家試水。你細個嘅時節有這樣味道嘛？有啊，有啊，有靠多嘛？有啊，我同學嘅靠多，同學靠多，靠多破爛出來。哎呦，破爛出來啊！那同學你行出來嘛？行出來啊！哦，行出來，哦，好彩，哎呦！楊太國行講，泰山背嘅生態保育非常嘅好。水松頭前嘅幾條路都係怪嘢嘅保護區。另外，捕蠊蟲嘅數量咪係多到本人出鏡。明年嘅5月時節，歡迎大家來了哦。小戴，我突然看下咧，將廣西嘅風雨橋，我睇個車水馬龍，什麼當多人行，地波什麼灘孔，去太寮，個都全部行兩條路。因為個橋嘅蛋糕有個小涼亭啊，有蛋糕啊，吼，那很少見的啦，吼。還有你啊，比外年看過一個糯米橋啊，較大哦，你看你有2個拱誒。係啊，水好大啊，要俾水條個落水動態，2個拱讓佢小水小的力啊。哦，給力量按用，然後會從這按用。哦，還有觀眾朋友愛吃到啊，吼，一條糯米橋呢。然後配糯米橋冇夠用，中間啊吼，東王嘅這青苔嘅一隻沙骨啊吼，都說愛嚟個跨距啊吼，度吼這個沙條蛋糕愛用，2個拱愛用麥當勞，哦，起到個沙條蛋糕，在這近呢哈，冇錯啊。
一座連安橋唔係楊太國嘅阿公做嘅，沒有60多年嘅歷史了。智慧嘅宋江設計，本期經過921大體堂，都見還係好好啲嘅。天色悄悄嘅團霧了，我呢還有一個當重要嘅地方，楊太國堅持天作而帶我哋去拜訪一下。泰山杯啊，吼，這片呢青島條嘅骨頭，基本嘅我哋嘅目標咧，只係個百年嘅北宮，吼，唐講咧這個啟龍骨頭蛋糕啊，然後呢，我只聽咧楊太國去請一下。這北宮廟啊，吼，同楊太國講啊，迄個落條拜嘅時節啊，吼，行個啟龍骨頭按五條行嘅時節啊，吼，本咧行嘅人一隻安心嘅感覺。有請到嗎？冇請到啊！哎呀，越來越暗了。楊太國呢帶領外頭喺骨頭檔上點來點去，因為啟龍骨頭只限青島，故所愛情咪增加青島嘅困難。哇，觀眾朋友，拍攝啊吼，你下係夜景模式啊吼，因為啊吼泰山杯這片啊吼，聽到一個路路咧吼，啊，我哋呢花了一段時間找路啦吼。你下吼，唐講好背這百年北宮廟誒，係啊，係嘛？係啊，你睇啟龍古道啊，北宮廟。啊，你細個嘅時節有親像按用行過一下啟龍骨頭嘛？有啊，佢把讀書全部誒個叫啊，被老師留校嘅時節，拿貨吧。哦，冇行看路唔多行。哎呦，真勁誒吼！你下嘛係轉去落條拜嘅時節啊，回顧童年。小時候啊吼，呀嘅時節是按用 T 啊行。係啊，啊嘅時節有北宮廟嘛？有啊，有啊吼。啊你做北宮嘅保護了條百姓。行那路啊吼，呀嘅時節吼，好保佑一下吼。好，你下我哋繼續一起。好，唐公子地杯嚟。哦，細意哦，慢慢行啊，哈，慢行我背，哈。係啊，唔好跳下去哦。唔可以跳下去啊，按講嘅哈。哇，看到咧，哇塞，看到一地度啦。哇，來，擺下，先來擺下。係啊，北宮，哈。保佑了條，係啊，咧炒到人。排泄，哈。希望啊，哈，基本嘢啊，你從古到到今哦，嚟一片破片啊，哈。雖然講啊，吼按壓咧，吼，啊唔過希望咧喺北宮咧做個保佑愛人啦，吼，普遍就是做個親孫師。楊太公，你啊地度真經還有人去拜啊？有啊，要是保姆上去，頭擺是石布啊，標啊。啊有綁個紅帶。係啊，綁紅帶。年底嘛，嗰時節有個北宮嘅雕像，你細個嘅時節係有冇？細個啊，忙有啊。哦，你太陽有。係啊，你幾十年啦有。楊太國講，就因為早期嘅北宮，像係一地石頭嘅形象天天。喺日本時代呢，本期看過日本人不准拜神嘅漢字，稍嚟保留下來嘅。觀眾朋友，你下吼，基本嘢啊，可以我哋從古到今體拜夜拍模式啊，故所呢，觀眾朋友珍惜一下，因為我哋外景經營很辛苦啦。對二次頭跑到團湖，入嚟從古到今燒嘅啟龍骨頭，係當特別嘅紀念。一條骨頭係前面共同實盲呢度下一代嘅未來所努力打造出來嘅學問留希望之路。骨頭嘅細路嘅系統不太，呢度嘅就係每一個小朋友都做得順利而學教嘅讀書，亦係一條充滿清流嘅人文氣質嘅骨頭。喺呢邊有機會，大家聽出，我親身來感受一下哦。